请领任主编请到公，分到公，领任好，领任好，请坐下。副监理、各位天文师、各位监理团队，大家午安。讲师午安。我真欢喜，当新丰的指示吼，来这甲各位监理团队甲互相分享这个心得。那么讲道理吼，我感觉讲道理就亲像咧卖水果，奇怪讲道理啊，总有是原则。有啊，就讲吼。上甜唔敢食，啊无甜食啊上甜唔敢食，啊所以讲道理就是安尼，讲伤深听无，讲伤浅讲袂好听。从互我捌去甲人斗卖水果，斗卖迄个菜，甲我来斗卖水果，斗卖菜，啊即摆物件摆啊，超级甜诶，这超级甜诶，来讲上甜我唔敢食。即摆第二个人讲，这淡薄仔甜尔，袂甜也敢卖，这是要安怎？卖完了叫嘛是共款哦。这咸到互你会香，你讲哦，这上咸。啊，到互你较袂咸诶，无啦，我听落足咸。啊，所以哦，安怎卖就足歹卖安尼啦。啊，即摆我就讲，啊，这边啊，规矩总爱家己人摆叫做自然甜。自然甜哦，自然甜了，上加好诶，伊安怎？伊来我问讲，会甜袂？自然甜，啊，自然甜就讲安怎？你着食看卖，伊安怎？你若感觉会甜就甜，感觉袂甜就袂甜。哦，啊，我免差上济安尼，所以我讲自然甜，啊，这咸自然咸，你家己感觉会咸。从我内蒙上酸，盐上酸啊，袂酸，讲盐袂酸安尼嘛。我其实咱咧讲道理吼，讲出来压力就是伫遮。啊，讲伤切，讲伤切，讲袂好听啦，我着拢知啊。我讲伤深，讲解遐深，惊拢无安尼吼。所以讲伫遮吼，咱会感觉讲讲出来压力大就是安尼啦。我不可能。